啊，卡里亚。呀，你呢？后边一个，这边一个。Hello， 弟弟，学弟，你这个山里面进没吃着我外面这他，你这个现在呢，去报上没家里接了这个，然后没里面，学弟，走吧。发票，满推的 TV， 好吧。拜。我差点屁股，俺妈都不知道我都是。要你了。我是报警，你看你，发票会出来，你都不知道。